拉姆納拉揚拉姆。在當今時代，人們正被以宗教之名徹底愚弄。想一想地球上生活着的80億人類、樹木和植物、動物、各種生物、行星和星星，它們都擁有相同的血液、相同的體溫、相同的基本意識，這是科學事實。那麼為什麼人們還要故意選擇愚昧？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1萬年前，地球上並沒有宗教，那時人們是如何生活的？他們吃什麼？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反思的問題。沒有任何科學家、會計師或部長能準確告訴我們天空中有多少星星或星座，連他們自己的宗教都無法正確解釋，又怎能解釋星星與星座？如果沒有這些星星和星座，天空將不存在。正是因為這些無數的星辰以及它們內部的光和能量，天空才擁有其存在的意義。所謂的宗教守護者從未能真正定義真正的宗教是什麼，或他們的神阿拉是從哪裏來的。沒有哪位神曾說過崇拜我當國王和君主，統治地球時私人土地所有權的概念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那時沒有人站出來反對，說地球不應被個人擁有？所有宗教的人都是善良的，但沒有人可以被視為地球真正的主人。星星和行星從未聲稱擁有地球，天空、太陽、空氣、水也沒有，甚至維持人類生存的地球本身和讓我們活着的植物也從未宣稱擁有地球。那麼這種所有權的觀念從何而來？人類為什麼認為自己擁有地球？人類應該崇拜自己，應該愛自己，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真正去愛他人。每個人都應該遵循自然之道，信仰自然之宗教。在此之前，我們將無法真正認識自己，我們只會盲目地跟隨大眾。當大地裂開時，沒有哪個宗教領袖能夠阻止它。海洋、山脈和峽谷，這些都是自然創造的，而非任何宗教權威的產物。自然並沒有把人類送到地球來互相爭鬥、互相打壓，自然讓我們嚟到這裡是為了和諧共處、互相扶持、共同成長。這正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覺醒的真相。我們必須擺脫人為創造的宗教和所有權的束縛。人人都應重念，這將為你的心靈帶來平靜，為你的生命帶來成長。